今天太阳好大哈！跟冬眠吵架了吧？你怎么知道？冬眠在会所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的。你说你们俩这么好的姐妹，有多少深仇大恨？至于吗？女人的事儿你少管。好，我不管，我不管。谁让他要提王老师？该哭死他！我今天，哎呀，说话的语气也稍微有一点点重。嗨，没事儿，我们从小睡到大的姐妹，吵两句算什么呀？牙齿跟舌头还打架。行了，你赶紧忙去吧，那么多马还受着伤呢。行，那我先走了。哭死你！王老师一直担任艺术总监，在我们这儿，他在这儿待了差不多5年了。哦，我好像听说过啊，他以前是一个电影学院的老师，好像。这个我们也听说过，但是不太清楚，因为他平时很少聊自己的私事。他在接合同的时候，他有一个特殊的要求，就是保证他每月接案子的数量。哦，哎，这倒是为什么？他说他需要每个月有高額的固定收入。哦，但他也没有什么好表，開的也不是一好車，穿的衣服也很普通的，所以他為什麼需要那麼多錢？這個我們就不太清楚了，因為這畢竟屬於個人隱私嘛，我們也不方便多問。啊，對，行，我隨便聊天吧。行，那我先走了。行，好，那我們晚宴見。OK，好，拜。